咁呼氣，俾自己完全放鬆落嚟，沉浸喺而家呢一個溫暖又安全嘅環境裏邊。想象你而家喺一個種滿鬱金香嘅花園度，鬱金香係充滿愛嘅能量，係嚟自宇宙源源不絕愛嘅能量，都係你自己內心深處嘅愛。你而家慢慢咁吸氣，鬱金香同宇宙愛嘅能量會透過你嘅呼吸流入你嘅身體裏邊，你感覺到你個心被金色嘅能量包圍，佢哋係愛嘅能量，你係被深深愛着嘅靈魂，你係一個被值得愛嘅存在，你係愛，你值得被愛，你願意俾愛流動，你已經好好啦，你係獨一無二嘅，你只需要做自己，唔需要去同任何人比較，就可以被愛、被接納。你要相信宇宙嘅安排，宇宙所做嘅所有安排都係你想體驗嘅。你而家同自己講：我值得被愛，我值得被珍惜，我自然地吸引穩定、深深愛着我嘅關係。愛係我嘅本質，我同愛深深共振，我活喺被愛、被呵護、被重視嘅現實裏邊。而家慢慢咁擘大你對眼，帶着微笑，帶着愛嘅能量去開始你新嘅一日啦。